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圣乐主日，所以牧师要甲大家做伙透过圣经来思考圣乐对教会的重要性。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时常看顾阮，互阮得到真实的平安。阮也感谢你赏赐语言，赏赐音乐，互阮会当伫圣殿中间，透过言辞，透过圣诗的吟唱来学乐你的圣名。主啊，阮是何等意爱知影，阮应当用什么款的态度甲形式来敬拜你，才会当满足你的心意，得到你的欢喜。所以恳求主，你亲自透过你的话来对阮讲，互阮会当学习安怎来敬拜你，荣光你的圣名。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是总会所定的圣乐主日。咱首先先来看圣乐到底是啥物？对较仔细的理解，就讲较仔细的定义。圣乐是伫教会中间咧礼拜的时阵所用的音乐，这是较仔细的理解。但是咱若用较广大的解说，圣乐应该就是既然一切当激发咱人灵魂体，会当互咱仰望上帝，会互咱敬拜上帝、尊重上帝，所有的音乐拢会当称作是圣乐。就是咱平常时的时间，咱所吟唱的诗歌，只要这诗歌会当帮助咱去敬拜上帝、亲近上帝，安尼这个诗歌就是圣乐。咱教会是非常重视圣乐的一个教会。咱伫组织中间有一个叫做圣乐委员会，也透过圣乐委员会推动真侪事工，聘请真侪优秀的音乐人才来参与伫教会圣乐的服侍。所以咱有组成真侪无共款的诗班、乐团、甲敬拜团。那安尼，牧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那照这个安尼看吼，教会上界重要的诗班、乐团来讲，敬拜团是倒一个？圣歌队吗？若讲圣歌队，爱甲咱诗班讲哦，阮人较济哦，吼。妇女诗班讲吼，毋是，阮嘛做认真咧练习吼。男生合唱团讲，阮唱的上大声，吼。到底倒一个是上界重要的诗班？对教会事工的角度来，圣乐的事工来看，第一诗班是啥物？第一诗班就是会众所吟的圣诗啊，所吟的诗歌。会众是教会上界重要的诗班，所以你唔通看别人，就是你甲我，咱拢是上界重要的诗班。咱得爱用上界敬虔的心去吟出学乐上帝的诗歌。圣歌队、橄榄诗班、乐团，还是讲敬拜团，其实是咱的帮衬，有时是帮助咱奉献伊的音乐材料给上帝，有时是带领咱唱圣诗来学乐上帝。但是上界重要的就是咱爱会晓对心底吟诗出来。上界重要是咱吟诗的时阵、敬拜的时阵的态度。牧师要强调这个态度，因为咱唱歌唱了有准无，音乐有水无，其实这是基础。因为上帝是看你内心的上帝，伊知影咱敬拜的心是安怎，所以咱来透过咱的吟诗，将咱的敬虔、将咱的心意唱出来，互上帝知影。
所以这是咱今仔爱学习的一个功课。咱今来看圣乐有啥物款的功能？吼，其实吼，咱照理讲是无必要设立圣乐主日啦，因为每一个礼拜拢是圣乐主日。圣经安尼讲，恁着爱向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唱歌。当咱进入圣殿了，也是咱咧灵修的时阵，当咱面对上帝尊严、威严、甲慈爱、甲信息的时阵，咱有时会发现讲啊，敢若用咱的言辞，袂通表达咱对上帝绝对的尊重，咱就唱出诗歌出来。所以今仔的经文甲咱讲用诗章、上词、连歌彼此对讲，其实彼此对讲就是讲彼此对唱，靠唱心和俄罗主。现代中文原本翻译做爱用诗篇、圣诗、连歌对唱，对心底发出音乐，俄罗主向伊唱歌。这段经文咧鼓励咱。爱使用上帝互咱一个稳定，就是温书，就是音乐，常常来俄罗主。虽然今日牧师要带大家深入这段经文，来明白其中的道理，而且学习安怎将这段经文运用伫咱的生活中间。首先，咱来看保罗讲爱用诗篇、圣诗、连歌对唱。咱发觉讲，伊有提供3种无同款的形式，就是诗章、上词、连歌。咱买当翻译做诗篇、圣诗甲连歌。这3种方式毋是单纯的音乐形式，是表达咱对上帝阿乐甲感谢的一种工具。所以咱要注意到，伫遮表达对上帝阿乐是多元的，是丰富的，因为咱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个丰富的上帝，所以咱要用真侪无同款的方式去敬拜上帝、阿乐上帝，因为伊是一个丰富的上帝。首先，伫遮有提起到第一项就是诗章啊，诗章，咱现代中文原本翻译做诗篇对无？咱台语的现代。台语原本嘛翻译做诗篇，其实伊就是指旧约圣经中间的诗篇，咱圣经内底有诗篇对无？其实是改变的时代，拢会当用乐器来伴奏、来献唱。所以咱有时伫这诗篇的这个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注解，讲什么某某人写这首诗歌，调用什么？调用什么？就是表示讲，伊有一个调会当来吟唱、来敬拜。真可惜，这个曲、这个调，今仔日大多数拢失传。咱讲来现代如果咱若对长老教会的圣诗有淡薄明白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咱长老教会的圣诗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色。就是圣诗内底有一部分叫做诗篇啦，也是讲叫做文诗篇，也是讲叫做诗篇上歌。长老教会为什么有这款的传统？这就是甲宗教改革了后，无同款的宗派对圣乐的看法有无同款有关系。宗教改革是对1517年，罗丁马丁开始推动，当时。有真侪所在有无同款的领袖咧领导宗教改革，主要的领袖有罗丁马丁、有朱文礼甲加尼文。但是讲到圣诗这3个改革者宗教改革者有真大的差别，因的看法有真大的差别。譬如讲朱文礼伊是伫这个主理的一个这个苏黎世遐咧带。这个宗教改革，伊认为讲音乐是俗世，是罪恶的。伊认为音乐会影响人敬拜，所以伊反对伫礼拜中间使用音乐。所以伊宗教改革伊的第一步，就是在迄个教会礼拜堂用做缩格的，
所有这彩色玻璃拢爱拆掉。有迄圣人的像的吼，像天主教徒拢有圣像，迄拢爱拆掉。啊，风琴嘛爱拆掉。教会内底袂当用音乐，吼，会影响人礼拜。吼，当然这是较极端啦，吼。啊，另外一个极端是罗丁马丁。罗丁马丁是德国人，咱知影德国吼出真侪出名的音乐家对无？所以罗丁马丁伊本身嘛是音乐家，伊认为讲音乐是上帝互人的礼物，这礼物要创啥？就是要来学了上帝。所以伊家己创作圣诗，吼，伊鼓励大家唱圣诗，伊家己做圣诗。伊一生总共做37首圣诗。咱即摆咱的即个旧的圣诗一本吼，320首，就是伊真出名的一首圣诗。啊，有关于为虾米开始做圣诗吼，有一个足感动人的故事吼，今仔无时间啊，大家讲，留咧以后有机会较大家讲吼。伊有一个足重要的理由开始做圣诗吼。啊，所以有人讲吼，罗丁马丁是用伊的圣诗啊，用伊所创作的赞美诗歌来推动整个宗教改革的这运动。哦，这是罗丁马丁。啊，咱中央教会创始者加尔文，伊对音乐的看法，伊讲音乐是上帝互人的一种温书，是迄个兴奋咱的精神的一个真好的工具。但是吼，伊认为咯，若过度重视音乐吼，会互人忽略上帝的话，因为加尔文是上界注重上帝的话。虽然中央教派迄个礼拜堂的灯饰吼，中间一定放一本圣经的吼，因为咱是用上帝的话做中心，哦，咱的礼拜嘛是用上帝的话做中心，所以礼拜的时阵讲上久的就是我，哦，就是牧师传讲上帝的话，吼，啊，所以因为伊感觉上帝的话足重要，所以人所创作的诗歌吼，拢无法度比会到上帝的话。人所创作，伊认为讲无应该放伫礼拜中间来吟唱。好佳在吼，圣经中间有诗篇，所以伊嘛知影诗篇是过去咧敬拜的时阵所使用的。啊，但是吼，这要使用诗篇，佫拄着一个困难，因为诗篇的原文是希伯来文，啊，伊的迄个调已经拢无去啊。安尼边啊，伊就爱将希伯来文来翻译做，比如讲加尔文就是翻译做法文，啊有人翻译做德文，当时人会晓知语言。但是翻译了吼，你诗篇来翻译了，就无迄个诗的感觉，诗的迄个韵律的特色就失去，啊真困难，佮加上调来吟唱，啊为着克服这个限制吼，加尔文就做一件真重要的代志。伊就开始把诗篇翻译，但是伊翻译的手法是用韵文的形式来翻译，就是讲伊来翻译了会当迄字数会当拄啊好，会当配合这调来吟唱，吼，适合诗歌的形式。所以咱中央教会的特色就是诗篇会放伫咱的圣诗本内底。虽然这本1964年出的这本圣诗吼，第1首到第50首，伊的标题就是圣诗，拢是对圣诗翻译过来。当福音吼传到咱台湾的时阵，咱的宣教师吼嘛将这款的特色吼带来到咱台湾，其中因尽出一力吼来翻译，其中有一个。宣教师叫做梅干姆牧师，牧师过去捌讲过伊的故事嘛，吼，伊被称作英国乞者啦，吼，台湾的保罗，因为伊足欠的，欠钱啊，拢奉献互教会，做到传福音的，但是咱毋通忽略伊对圣诗的贡献，伊就是用伊的材料吼，把圣诗翻译做咱台湾话，而且吼。伊翻译的吼，无论是对原文的重视，还是伊的字甲词的运用吼，文雅甲优美吼，拢真正是
真一流的吼，而且佫会当下伫迄个咱台语叫做骨头清啦吼，骨头清大家听无？就是对仗爱工整吼，因翻译个拢是安尼吼，所以咱拄则有吟圣诗25首对无？这就是梅干木牧师所翻译的吼。咱来看这首诗歌吼，咱来知影梅干木牧师是30岁来台湾较学台语啊。啊，你看伊会当翻译安尼，哦，伊迄诗歌吼，伊是对诗篇84篇来翻译，你会当对原文来对照，吼，而且吼拢有押韵，吼，迄格式吼真清楚。譬如讲，我念互大家听吼，万军的主，至圣的厝，主甲厝的押韵对无？吼，主耶和华，伊所倾大，花甲大。的押韵，哦，是你徛起所在，迄位我大意爱，哦，所在较意爱的押韵，哦，而且每一节拢是安尼哦，哦，你看第2节，我心乱无，爱的有路，乱无，哦，迄无甲路，哦，心神肉体求叫上帝，体甲地，哦，的押韵，通到上帝的厝。永永活活的主，吼，这个押韵，吼，你对第1节读到第6节，拢是即款的形式。所以咱咧吟诗歌的时阵是特别好听，大家爱知影，这是一个外国人翻译的。其实你请伊做外国人，伊可能会无欢喜，伊讲伊是台湾人啊。伊来到台湾较学台语。其实咱伫遮吼，牧师有一个真大的感动，要甲大家分享。咱看到这个早期的宣教师来到台湾，吼，因知影台湾人听有台湾话尔，所以因着学正港的台湾话，为着要对台湾人传福音，所以因着尽力去学咱台湾人听有会当理解的语言，而且学较遐尼深入，会当。有个人会当编字典，哦，像甘伟林编甘字典，像梅干木会当做诗做甲，你讲叫我做，我今仔嘛无法度做甲遐尼水。所以因是遐尼认真啊，遐尼认真，为着要将福音开展给台湾人，为着要将教会建立伫咱台湾。遐尼认真咧做这代志，啊，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啦。牧师以爱大家知影，啊，所以咱咧吟诗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即群宣教师因是用即款态度咧服侍。所以牧师拢常常咧苦劝大家毋通做了尾仔囝。咱当初来的拢是一流的呢，一流的宣教师呢，因来遮奉献了因的一生。将福音留予咱，咱今仔承受遮尔好的一个信仰传统，咱应该来保持落去。啊，所以牧师以爱大家了解吼。啊，每个牧师伊总共吼，你若会当去欣赏伊所做的诗歌吼，伊即马伫咱即本旧的圣诗内底有5首，吼，其中25首、45首甲46首是翻译诗篇，吼，啊。217首甲266首是用台语创作的诗歌，吼，所以值得咱去学习啦，吼。啊，这是第1项，就是用诗篇来学到上帝。第2个部分叫做上词，吼，啊，即马现代翻译做圣诗，吼，这就是指圣徒啊去学到上帝、称颂上帝的诗歌，就是。除了诗篇以外，人所写的诗歌，所以真侪圣经的版本翻译做圣诗，咱知影音乐是上帝所赏赐予人上介好的礼物之一。咱会当借着迄个诗歌音乐丰富咱的生命。啊，伫教会中间，咱使用的圣乐，就敢是基督徒甲咱的信仰有真密切的关系，伫礼拜聚会时阵，咱就透过圣诗来学到上帝，来敬拜上帝。伫
咱个人咧灵修的时阵，咱有时借着圣诗来培养咱的心性，较自沟通。伫欢喜快乐的时候，咱让吟圣诗，讲出咱心中的喜乐。伫咱灵性较消沉的时阵，圣诗嘛会激励咱的心智。所以甚至咱会安尼讲除了圣经以外，圣诗应该是基督徒灵命上界重要的册之一。传统的圣诗是经过历代的信徒的考验，写诗的人真用心写，而且传统的圣诗毋是讲几句尔，伊每一节拢有伊的意义。阮过去伫新人院的时阵，老师讲，你有时那未赴准备讲章你摕一首圣诗出来。对第一节开来讲到第四节拄好对开始讲到结论所以这就是圣诗伊的美妙的所在有时咱吟圣诗的时阵伊会搅动咱的心直接进入咱的心内会当深入牧师讲道无够野的所在。当然，现代嘛有一寡人真努力投入编写诗歌做出适合现代人所吟的诗歌，譬如讲，咱第二场有时有一寡敬拜俄勒，但是伊嘛有时会用一寡传统的圣诗啦，这有的歌确实是袂歹但是有的歌其实伫神学上、信仰上有一寡问题，所以咱要唱的时阵那现代诗歌、那圣诗，保证讲拢一定经过大家检验过那咱普通咧选的诗歌，咱就爱加减，爱选适合咱的诗歌来敬拜俄勒。第三项是灵歌，灵歌简单讲就是人伫圣神的感动下面所吟出来的诗歌，所以是真自由的一种形式用讲的叫做方言，用吟的叫做灵歌所以灵歌。通常是人甲上帝中间有一种奇妙的经历了，对心底伫圣神的吹表下面所吟出来的诗歌，伊通常是短短一寡单字还是讲，比如讲哈利路亚等等，这个真简单的歌词这款的灵歌大多数都是独唱因为每一个人的感动会无共款但是伊嘛会当用来做咱灵修的时阵培养咱的灵命的一种方式咱知影有这三种方式怎样使用。保罗咱讲第一项爱彼此对说其实是彼此对唱咱了解这段了咱爱了解彼此对唱的一个重要性这其实是咧人讲敬拜是一种共同的行动，就是讲咱毋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咱是一个共同的信仰群体，所以咱爱做伙来敬拜，咱毋是单独咧敬拜上帝，是甲咱信仰的同伴做伙来敬拜所以彼此对唱会当互咱分享咱对上帝的喜乐，也会当体会到别人的喜乐而且激励咱信仰的群体伫信仰的路程顶面继续向前去行。咱伫教会咧吟唱圣诗的时阵是咱共同做伙唱所以你毋通喙拢无出声咱爱甲别人做伙唱，唱出你心中对上帝的尊重。同时你嘛爱详细听别人咧唱，毋是咧欣赏诗歌是咱甲别人做伙和谐唱歌敬拜上帝。咱知影咱有兄弟姊妹，大家做伙咧敬拜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咱是一个群体，要唱出来。圣经难记就讲爱靠唱心和就是咱内心爱诚实你知影，你普通咧学了一个人你若安尼清清菜菜，还是讲讲迄虚假的话，别人敢会讲毋知所以你咧学了一个人，你要对心底真诚实来讲出来，
咱对上帝的学乐嘛是安尼，因为上帝是一个监察咱内心的上帝，伊知咱内心要想啥，所以咱就是爱靠像心和吼，嘴讲的甲心想的是完全相共，毋是真真切切，毋是马马虎虎，是真心诚意咧学乐上帝。最后牧师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咱无论用什么款的形式，你用诗篇、用圣诗、用灵歌，然后用彼此对唱、靠唱心和，目的就是要学乐上帝，所以咱用真侪无共款的方式，目的就是要学乐上帝，因为全世界只有上帝值得咱全人类来学乐。圣经甲咱讲。你若知影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所创造的，也属于伊；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就用青纱入伊的门，就用鹅肉入伊的院，就感谢伊，称颂伊的名。拄则咱用这种较特别的形式，请诗班甲牧师对外面唱诗歌进入圣殿，用学乐的诗歌，用称颂的诗歌进入伊的殿。咱每一遍入来到圣殿内底，嘛是爱安尼，毋是讲看到人拍一个招呼开始讲话，咱是用欢喜的心、感谢的心、学乐的心，欢喜进入上帝的圣殿，要敬拜上帝。然后。咱伫圣殿中间，咱会感受到讲，这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伊迄种创造大能的作为，伊创造的奇妙，咱看到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生命所行奇妙的作为的时阵，咱一定发出学乐嘛。亲像诗篇48篇的第1节讲，耶和华本是大，应受大学乐。上帝是配得咱大声学乐的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日常生活中间，嘛爱将这段经文带到咱的生活中间，互咱会当用诗篇、用圣诗、用灵歌，彼此对唱，靠唱心和来学乐主。咱爱用听做基础，将敬拜带入咱的日常生活，按咱言行举止，咱的态度。拢会当学乐上帝，咱的生命学乐上帝。即款的敬拜，互咱会当彼此更较结连，更较亲近上帝，也当更较满足上帝的心意。伫牧师祈祷了，咱等下看几个咱参与伫圣教的同工因的见证，也请大家替这圣教的同工来祈祷，咱嘛当亲自来参与伫圣教的服侍中间，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对你的话，阮知爱常常用诗篇、圣诗、甲灵歌彼此对唱，靠唱心和来学乐你。求主帮助阮，互阮用上界合意的方式。来敬拜学乐你，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阮领受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